各位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介紹牧田呢個新翻嘅18W電筒，咁都係啦，個頭可以拉上嚟，中間轉都可以嘅。基本上都係電筒啦，冇乜太大嘅嘢啦。但係喺後邊可以掛鈎啦，超強磁石啦，有2個啦，仲可以掛埋擺個平水儀架嗰度嘅，或者扭牙嗰啲啦。好，仲有一樣係留名啦，大家人最關心咧就係有3個模式咁樣，1、2、3，好3個模式。咁最低嗰度模式咧就係500流明、800流明同埋1200流明嘅。咁如果開500流明咧就可以開足一個 6.0 電芯啦。我預計佢通常都係用 6.0 電芯去計嘅。佢個 6.0 電芯咧就可以開到22個鐘頭，最低嘅500流明嘅呢個模式。咁如果去到最光嗰一度咧，1200流明咧就可以開足9個鐘頭嘅。點解一路喺度睇書書？我真係唔會背呢啲數據啦，咁多嘢背仲背咩？有得睇就睇啦。重量好輕嘅啫，1.2公斤咋，即係2磅零嘅啫，唔計電芯啊。計埋電芯都係5磅幾到咯。係咯，其他就冇乜嘢。仲有咩需要知啊？就咁多先啦。係啦，有得賣㗎啦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